这物有毒，大家小心。看来剧情还是走向了原著，可我确实救下了唐柔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有机会救下萧家，可以让所有人度过此劫？布置！久闻权力帮，9天10地19人魔，个个皆是高人。今日既然来到浣花，为何不现身一叙？小某也好尽一番地主之谊啊！自身都要难保，何来地主之谊？萧掌门高看自己了。阁下便是3绝剑魔孔阳琴吧？今日孔某前来，跟萧掌门讨要一样东西。东西？难道不是为了勾结北荒的傅天意而来吗？他的命不值钱。萧掌门，交出天下英雄令。呵呵，怕是让你失望了。我萧家没有英雄令。好，萧掌门是要这一家老小都死在这儿了。既身在江湖，便视死如归。好啊，人生苦短，终有末路。这一曲为诸位送葬。我记得围攻萧家的除了孔阳琴、杀千灯，应该还有个貌似海东的百毒神魔花骨粉。要图一绝，必须得先找出他的位置。秋水，撒手，他不是孩子了。娘，你放心吧。一定要小心。秋水，小心那些傀儡死士，他们只会杀人，刀枪无用。
萧家弟子不见阵。雷哥，你没事吧？无妨。秋水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你们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没事。老哥，爹，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撤出剑路。好，走。老爷，夫人，大家怎么样了？快，先带大家去疗伤。是，快，跟我来。慢点，慢点。走，慢点。小心啊！小熊，这儿能坚持多久？康兄放心，剑炉初建的时候，就考虑过有朝一日北荒攻来的时候，幻华派能够在此地与之抗争，可以说是固若金汤，粮草充足。就算是受伤几个月，那也是绰绰有余的。放心吧。果然如公子所料，都退去剑炉了。哎，咱们家秋水啊，长大了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不能骄傲，以后不可再鲁莽。天娘，孩儿明白了，眼下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，想和爹娘确认一下。这吴老夫人，是不是在我们萧家？嗯。
那剑炉就没有这么安全了呀？你思虑的倒是很周全，不过放心吧，我们都安排好了。只是眼下大家太疲惫，等稳定下来，我和你娘会逐一排查。好啦，今日一战，大家纷纷挂彩，不如先吃顿好吃的，我们再议后事。姨娘说的对。来吧，来吧，萧某今日感谢诸位啊！哎，谢谢萧兄，干！干！从前，我读过不少侠义的故事，书里的故事总让我很羡慕。可我觉得，书里的故事就是书里的，不可能会真实的发生。但今日，诸位为了浣花，身处险境，毅然坚守，远比书中的那些人更让人敬佩。这杯酒，我敬大家。来，大家，这番话我喜欢，干了！来，干了！好酒，好，我倒上。哎呀，你自己倒吧。我们干一个。哎呀，好酒，你怎么不喝完呢？好酒，罚酒。来，晚上。谢谢大家。来，这不对，来。唐姑娘，敬你。姐姐，你干嘛？姐姐，我本以为我们唐门只剩弱肉强食，可你方才说你愿意留在萧家，拯救锦中武林，我方才知道，侠义这个东西，我们姐姐啊身上那是自带的。姐姐，我敬你一个。啊，没错，我们也敬唐姑娘，我们也敬唐姑娘。行，你们去喝去吧，去吧。来。我留下来是找忘情天书的，
是你们自己笨。兄弟们，三少爷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敬三少爷！来，大家都坐。好，坐。来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喝一个。来，兄弟们，来干一个！来，兄弟们晚上。来，倒上。冲！孔子。声东击西，走，咱们去镇梅阁。好，走。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不知道。住手！他为何忽然自尽了？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本来找陶姑娘拿回我的玉佩，可哪知遇上这种事。我看到他鬼鬼祟祟往这儿走，我就跟着了。没想到他一见到我，就对我下杀手。六哥，应该是被迷烟迷晕的。秋波，在我们萧家这么多年，没有想到，竟然是权力帮的内应。我问你们，秋伯今日还做了什么？他平日里负责打扫建炉，今日也只是去了柴房，还帮着张妈浇了花。刚才火从柴房那边烧起来，是要引咱们过去。爹娘，他去浇花，肯定是为了下毒。传令下去，萧家上下不可在井中打水。你们去查一查，井水是不是有被污染？是。建炉只有这一口井，现在被下了毒，那就是要将我们都一网打尽了。糟了，我刚才没人打了水，做了一碗汤，送来镇梅阁了。啊，你，哎呀，走。张大侠，萧大侠，
发生了何事？井里被人投了毒，刚才送来的汤喝不得。萧大侠，请宽心，那碗汤，老身还不曾用啊。既然这样，就没有必要再瞒了。去，把大家都叫来。诸位，这位就是吴老夫人。拜见老夫人。老身在此有礼了。诸位大侠，请坐吧。谢老夫人。吴老夫人，这些都是与我萧家一道抗争权力帮的豪杰。老身得知诸位在外抗击权力帮，老身坐在这里也是寝食难安。那碗汤没有胃口喝，侥幸躲过一劫。老夫人为何又会来到剑庐啊？老身本是去仙人关寻子，谁知中途路过锦中时，被一众江湖人士拦下，要我交出天下英雄令。多亏了萧大侠相救，才得以藏身此处。老夫人，君某心中有一事不明，还想冒昧的请问老夫人。请说。老夫人，您不是江湖中人，可那些人为何都认为这英雄令在你手上？话说，13年前，北荒军肆虐，强占我大嫂佛山，率军攻入大西，在我大西土地上烧杀抢掠，肆意妄为，百姓流离失所。皇帝被逼离都城，眼看大西就到了生死存亡之际。当时，少林、武当、峨眉3派掌门人聚天下群雄，以一块天外金石打造成这天下英雄录，并立下血誓：若有救大西于危亡之人，当以这块金石赠之。最后啊，也真有人做到了此事。燕狂土，不错。燕狂土闯入北方营中，连杀37位贴身死士，差点要了敌人主帅的性命。这天下英雄令就到了燕狂土手中，只可惜他行事张狂，为武林所不容，在五行山被群雄围剿后，便销声匿迹。直到近日，才以一只隼鸟传来此令，到我手中。原来英雄令竟然是燕狂土有意托付给吴老夫人的。正是。权力帮不知从何得知这英雄令在我手中，便开始围剿老身，沿途伤及无辜，徒增杀戮。萧大侠，外面的情形现在如何？此次权力帮确实派出了不少人手，但是我剑庐的防守森严，他们是攻不进来的。只是单说无妨。像我剑庐的唯一水井投放了毒药，剩下的水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了。又是老身害大家落入险境，实在难安。老夫人，
你万万不能这么说。吴将军精忠卫国，那是我们大家心中的英雄。纵观我大西上上下下，也只有吴将军才配得上这英雄令。此次我们萧家能够为吴老夫人保驾护航，实属我们的荣耀。倘若让那些歹人把老夫人劫去，牵扯了吴将军的精力，贻误了前线的战机，到那个时候北方人再趁虚而入，那我们岂不成了天下的罪人了？萧大侠，接下来如何打算？吩咐便是。老身信得过萧家。权力帮往井里投毒，目的呢，就是逼着我们出去。箭炉之外，恐怕现在早已设下了重重的埋伏。可是按照约定，在2日后，我们必须要送老夫人去与吴将军会合。这个事情耽误不得，我们更不能坐以待毙。爹爹，让我们有一部分人先离开剑炉，剩下的水大概能用多久？要能撤出去一部分人，剩下的水大概能喝20天。20日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诸位，眼下还是要把老夫人按时的送去和吴将军会合。也唯有这样，才能摆脱现在这样的困局，我们也能争取到江湖各派救援的机会。只有合力，才能击垮权力帮，才能解我们萧家之围。可是这刀剑无眼，权力帮有着凶恶之人，贸然把老夫人送出去，岂不是拿老夫人的命去冒险吗？况且，现在江湖上还有几个人敢跟权力帮作对？你这般安排，简直就是痴人说笑。刚在剑炉和权力帮拼杀，你这么快就忘了？权力帮再大，能大得过我们武林吗？更何况，我们都是反抗权力帮的人。吴老夫人，您放心，我定会尽全力护好您的周全。早就听惠山说起过这孩子，他果然最像你夫妇2人。秋水说的没错，我们是时候商议一下如何突围出去。只是眼下权力帮把剑炉团团围住，势必会严防死守，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安全突围出去。没错，硬闯只会损失惨重。况且，现在我们唯一的胜算，就是知道权力帮的目标就是吴老夫人。不如，我们给他来一个巧妙布局，瞒天过海。安排人手加班成吴老夫人，作为诱饵，来迷。
这线路外面高手如云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哎呀，山妹呀，放心吧，啊，孩子长大了，他既然选择了担此重任，就一定有他的考量，你就听他的主见吧。我们萧家的儿女嘛，没有把握是不会说那些大话的。爹，娘，这次回来都没有好好陪你们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护好自己的。再说了，娘，你煮的面，孩儿都还没有吃够呢。这个你拿着。娘啊，除了后檐3式，还有这个百宝袋，这里面很多机关，一定要记着使用的秘诀，怎么阴损，怎么用。对，你娘说的对，爹也曾被你娘阴过。阴得好，阴得好。秋水，之前敬酒的时候，你说你从前就很羡慕那些侠士，惩奸除恶，仗剑天涯。可是孩子，你想过吗？人人呢，都是血肉所铸，本该怕死的。可是为什么一沾着侠义，这些人便不畏生死了？这是因为这世上还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东西。你看看今日，能有这么多朋友为我们萧家或生或死，要永远记住啊！爹，娘，孩儿记住了。待吴老夫人脱险之后，我就会向锦州各派求助，一起联手击退权力帮。去吧，啊！保重，一定要保重。爹，娘，20日之内，孩儿定会向各派求助，来回救剑龙。你们保重。岁月一触皆是涟漪，有什么留下？山妹，好了，啊！儿子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你看看，还有那么多临危不惧、忠心耿耿的朋友，我们也应该放心，让他去闯江湖了啊！好了，我不想再看他一眼。
我与康叔叔一路，把权力帮的人往山林深处引。他们追上来了，保护老夫人先走。是。既然如此，就把你们都引过来。走。唐柔、约翰、左丘，你们小心行事，找时机往山上去。权力帮应该想不到会有人逆向而行。 老夫人留下，找你们不死。是你，一个字，蠢。耍我，找死！就凭你？上！ 不要！快走！走啊！走！兄弟们，别打了！走啊！我们走，我们走。 三少爷，快走！一起走！来，起来！当年萧家护我朱权，今日全当为萧家报恩了。别再说了，走啊！赶走！啊！三少爷，快走！ 寇阳青，你比傅天一可差远了，你杀不了我的，你杀不了我的。下秋水这东西还挺管用。这是防毒烟呢？
争点子不在这儿，撤！什么意思？老夫人在哪儿？我也不知，是三少爷让我装扮成这样的。我帮他对敌，不是理所应当。你从出来到现在，也貌似没那么在乎萧秋水的安危。相比他，你比较在乎老夫人的下落，这可不理所应当。哦，唐姑娘，莫不是以己夺人？你来萧家有秘密？那你方才救我，又是什么意思？举手之劳，也没什么意思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待我削了你的骨头，拿来做弹琴的拨片可好？好。你滥杀我萧家弟子，你的情留着黄泉路上谈。你这点障眼法玩的可是自己的命啊！哼，这不过是开胃小菜，说出吴老夫人所在。要不然就用你的身体来喂我的毒虫吧。百毒神魔化骨粉，这里便是你葬身之所。
傅天一被杀，萧家被围，后续的剧情不知道会怎么发展，还是要早些做准备。你没事吧？我还好。其他侍卫呢？你中了化骨粉的虫毒，我给你去毒。不用了。雪姨姐给了我一些驱毒的药丸，我等一下吃一颗就行。那老夫人还有唐柔呢？老夫人他们应该已经安全了。唐柔，你带老夫人和张前辈绕到后山的悬崖，从那里出发。悬崖我们怎么过去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权力帮有颇多暗筹，身份不明，且行事狡诈，防不胜防。我不敢拿老夫人的性命做赌注，所以临时改了计划。看样子我爹娘和几位叔叔已经安全地退回剑庐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得速去和吴将军的兵马赶紧会合。走。原来是红凤凰驾到。你是剑王的人？正是。谁准你插手公子的事？你们可看到吴老夫人去向？我家主子只让我们盯紧萧家，从来都没进去，哪知道吴老夫人去哪儿？原来如此。剑王的人也来找吴老夫人了，我得去禀告公子。这些地方呢，全都被权力班渗透。老夫人来了之后，自然是休息。唐放，你去镇外接应，若是遇到了老夫人呢，先给她提个醒。我这边呢，去同福客栈，看看那边是什么情况。行，那你们小心。嗯。
两位是吃饭还是出店？西边的人可到了。你们是？哦，没有人来，但有封信让我一定转交。谢了啊。明日午后呢，改地点碰头。老夫人他们知道改的地点吗？他们那边呢，应该有其他接头的办法。事不宜迟。让开！让开！有发现吗？没有发现。守住镇上的每个路口，任何人不准离开。是。那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